大家好啊，我係保良局劉志聰副行政總監。我喺保良局工作已經有40年啦。過去我曾經又擔任過學校嘅老師啦、校長啦，亦過去10幾年喺保良局嘅總部工作。我好開心我哋有好好嘅團隊，學校嘅老師好專業、好有愛心，為香港嘅市民提供咗好好嘅優質教育服務。最近2年我哋推出咗幼小同行政策，將我哋嘅所有小學同幼稚園都結合起嚟，大家資源共享，一齊為學生提供更好嘅活動，讓學生可以有更多嘅經歷，亦讓小學生同幼稚園學生可以有更多嘅團結合作。我喺度特別感謝我哋學校嘅老師同校長，大家都好有心咁推動教育服務嘅工作。我相信我哋未來會更加出色。大家好，我係張鳳薇，助理教育總主任。今日嚟到保良局方王煥娣幼稚園，呢度環境優美，師資優良。保良局方王煥娣幼稚園着重探究式嘅教育，歡迎各位家長嚟臨一齊感受我哋正向嘅團隊，同埋我哋一個全人嘅發展教育。多謝大家。保良局馮程記念小學係我哋西貢區受歡迎嘅小學之一。咁我哋學校就係成立咗差唔多就嚟30年。咁以下落嚟就讓我介紹一下我哋學校嘅特色。咁我哋將學生就分咗做4個社嘅。咁每個學年我哋都會安排唔同嘅活動啦，去加強學生嗰個領導才能啦，同埋一個合作嘅精神。都多謝家長啦、老師啦同埋學生嘅努力。我哋成日都會獲得保良局嘅傑出學校獎嘅。咁學校嘅關注事項係有2個嘅。第一個係正向教育，咁就係我哋希望就係增加學生嘅正面情緒，提升佢哋嗰個人際嘅關係，營造一個正向嘅校園。咁而第2個關注嘅事項係自主學習，都係想提升學生嘅自我概念啦、學習動機同埋興趣，加強佢哋自我管理同埋反思嘅能力。老師大部分嘅時間都係放喺學生嘅學習裏面。我哋重視我基礎嘅教育，我哋希望我哋嘅小情兒畢業之後係學會認知啦、做事、做人同埋同人共處嘅。學校就利用咗唔同嘅撥款啦，去組織唔同嘅校隊。咁而校隊嘅表現令人欣賞嘅。咁我哋喺星期3會有一個多元體驗節，咁就讓一啲唔同嘅城商啦，同埋一啲外間嘅機構去引入一啲新興嘅活動。咁學生可以透過一個體驗嘅寶石去換取呢啲活動。咁我哋經過家教會啦、校友會啦，佢哋1年嘅心思其實學校舉辦咗好多唔同嘅活動，去聯繫住呢啲校友，同埋推展我哋嘅正向教育。咁幾年前我曾經有一間中學就邀請我去參加一個畢業禮。咁當中呢4個同學都係攞住一個獎學金去讀大學。咁今個年度就啱啱好佢哋就大學畢業，可以投身社會。咁事實上我哋嘅同學仔喺唔同嘅方面都有好好嘅表現嘅。咁我啲喜訊成日都喺學校度都會有收到。好啦，喺唔同嘅場合我都亦都會遇到唔同嘅校友。咁見到佢哋亦都係啦，而家出嚟社會度工作咯，投身唔同嘅行業，盡展所長。咁呢個就係我哋做教育嘅最大嘅回報啦。今個年度我哋嘅課程真係充滿機遇與挑戰。咁大家都有聽過啦，常識科將會就會變咗做科學科同埋人文科。咁另外體育科遲多1-2年亦都會有個呈分試。咁所以學校呢度亦都係放咗啲心思，希望讓我哋學生可以好好適應。咁家長亦都可以幫助小朋友去達成呢一個任務嘅。咁學校亦都係透過唔同嘅機構啦、大學啦，甚至乎一啲辦學團體啦，我哋都希望就將我哋嘅學習啦更加豐富，亦都引入學校嘅唔同嘅發展。咁我今日嘅講解就嚟到呢度啦。好，大家好，我係黃永樹小學嘅陳瑞良校長。喺黃永樹小學裏邊我哋希望做到3個目標嘅。第一個目標我哋希望喺學術成績啊、知識基礎上高打好佢哋嘅基礎，幫佢哋能夠喺佢哋未來嘅學習，包括喺中學啦，甚至乎大學上高有一個穩固嘅基礎啦。咁同時間我哋希望可以發展學生多元化嘅興趣嘅，包括咗啟發潛能教育。我哋學校裏邊孕育咗好多唔同嘅課活動，有興趣班，亦都有校隊嘅訓練。呢個梯隊嘅訓練都係希望我哋讓小朋友認識到自己，揾到自己喜歡嘅嘢，然之後可以做一啲專注同埋精英嘅訓練，幫助佢哋可以有一個潛能同埋多元嘅發展。最後我哋都希望重視小朋友嘅品格成長，
所以我哋咧亦都係響應保良局嘅推動，去發展一個正向嘅教育，讓我哋小朋友咧，無論喺身心靈上高咧，都可以有一個良好嘅德育培訓。我哋學校好着重喺唔同嘅經歷為本嘅發展嚟嘅。我哋喺唔同年級咧都有一啲同家長同埋同學生一齊去經歷嘅活動。喺一年班裏邊，我哋好集中咧，係希望小朋友能夠有一個小一嘅適應。除咗我哋有幼小同文嘅政策之外咧，我哋可以同幼稚園有不同嘅聯繫，參加我哋嘅活動啦，又或者將佢哋嘅學習經歷帶到嚟我哋黃永順小學，等我哋兩間學校嘅學生咧可以互相有一個更加密切嘅關係，更加理解方黃換體幼稚園嘅學生佢哋嘅成長需要。同時間，我哋校本嘅小一適應課程裏邊咧係全年嘅，包括咗我哋同家長一齊去同行，我哋以愛陪我成長作為一個主題，幫助我哋嘅家長認識小朋友喺呢個成長階段裏邊，無論喺學科啦、適應嗰個學習啦，同埋個成長上嗰個需要，我哋都會做。我哋會發展小朋友一啲自理能力嘅基礎技能啦。同時間，我哋亦都有一啲親子嘅優質陪伴嘅時間，讓我哋嘅家長能夠陪伴我哋小朋友成長。我哋亦都歡迎我哋家長咧參與我哋嘅活動，所以我哋逢星期二、星期四，我哋有分攤嘅時間，同埋有呢個晨讀嘅時間。分攤嘅時間其實就係讓我哋小朋友咧能夠喺上堂之前咧有唔同嘅活動、運動，等佢哋建立一個運動嘅習慣。但係同時間，我哋喺禮堂裏邊咧都會有一個晨讀嘅時間，由我哋嘅家長義工，包括一年班嘅家長或者其他年級嘅家長咧，佢哋嚟到陪伴我哋一年班嘅同學仔一齊去睇圖書，甚至乎我哋家長會講故事俾我哋嘅同學仔聽，讓佢哋由細開始建立一個閱讀嘅習慣。呢一啲嘅活動咧，都希望可以讓我哋嘅小朋友咧，可以能夠從唔同嘅地方去適應咗我哋學校嘅生活。我哋學校亦都係重視啟發潛能教育嘅，因為我哋希望小朋友能夠有多元化嘅成長，就唔係淨係側重喺學業啊或者某一個方面嘅發展。於是乎，我哋喺小一開始咧，我哋都希望提供唔同嘅興趣活動咧，俾我哋家長選擇嘅。我哋有我哋嘅游泳嘅項目啦，有樂器班啦，有制服嘅團隊啦，乃至到呢個跳繩同埋打籃球咧，我哋都歡迎我哋一年班嘅學生因應佢嘅興趣需要咧，去選擇我哋呢嘅參與，讓佢由細開始揾到佢嘅興趣。等到佢哋喺中年班或者高年班嘅時候咧，可以揾到興趣之後咧，更加專注其中一啲嘅項目，作為佢一個一生一體藝嘅考慮。咁當然嚟緊啦，陸慶圖，而家我哋校舍24班。真係唔夠我哋用啦！我哋而家向外發展好犀利，book 場啊、足球、籃球啊、排球啊、羽毛球啊、田徑，我哋都而家 book 緊出邊嘅場，因為自己學校唔夠用。我哋期望我搬咗校舍之後咧，我哋會有更好嘅環境，因為我哋而家係24班，我搬咗學校就有30班。我哋學校喺2005年就轉做直資，咁即係到而家其實都係第 around 20年啦。咁我哋11年開始已經有學生咧就直接上羅氏。咁我哋係提供12年一貫嘅銜接課程。咁12年一貫係乜嘢概念咧？出邊坊間咧好多一條龍啊，或者係好多聯繫學校啊，嗰個情況係話50% 你嘅學生會上，60% 會上，70%甚至乎有啲去到90%。但係我哋咧全部都唔係，我哋係100%，即係話乜嘢咧？家長如果你個小朋友去到6年班嘅時間，6年班我哋會俾通告你。如果你同意你個小朋友上羅氏基金中學，你只要剔同意簽名，你小朋友下一年就上㗎喇。我哋係唔會有篩選，直上 ，OK？ 咁所以喺我而家喺陸慶圖收學生，我唔係收佢6年，我係收佢12年嘅 ，OK？ 我哋嘅優勢嗱，我哋頭先我講你見到好多科目，其實我哋都係同中學 linking 緊嘅，銜接嘅全部。但係銜接當然除咗讀書之外，我哋係好多活動都銜接，譬如我哋有冰球、足球嗰啲咧，小學有，中學有。好坦白講，而家咧其實坊間尤其是冰球咧，好多而家玩緊冰球學生咧都想考插班陸慶圖，因為佢知道羅氏有得玩，佢可以玩足12年。但係如果譬如我去到一間學校，我淨係小學有冰球，我唔知自己升去邊間中學，我可能嗰6年就冇噶啦。咁所以我有呢個保證喺度咧，啲學生係好開心。咁當然我哋唔係淨係限於冰球啦，我哋喺音樂，我哋喺視藝，我哋都會一路向上發展，係向中學發展，係啦，中1至中6都要玩 ，OK。咁啊，另外課程連貫咧就係咧，我同中學部孫家俊博士緊密聯繫嘅，我哋嘅下邊嘅副校主任老師
我哋都會定期開會。開會做乜嘢咧？就係我哋陸慶圖嘅畢業生上到羅氏有冇咩問題，有咩好，有咩唔好，話翻俾我哋知。羅氏亦都見到，咦，陸慶圖嘅學生上嚟有啲乜嘢係想我哋喺度加強，或者話俾我哋知，喂，呢邊做得 OK 啦，可以玩啲新嘅啦。我哋係咁樣溝通嘅，因為我知道嘅嘢就係我哋真係教佢係12年啊嘛，唔係教佢6+6啊嘛。咁所以我哋係一齊係並進嘅。OK， 坦白講，方黃換替嘅學生咧，以我而家嘅數據咧，考保良局幼稚園考我哋嘅學校陸慶圖嘅學校嘅學生嘅我叫分數嚟講咧，方黃換替係前嘅，個分數唔低，高，尤其是英文。坦白講，真係會照顧幼稚園嘅學生，我哋會多啲嘅。因為我哋啲老師都好中意收保良局嘅幼稚園學生，係啊，大家有我哋有質素噶嘛，保良局係咪先？真係，唔係有啲家長成日問啊，校長你陸慶圖有冇分精英班？我全校都精英，點分班啫？係咪咁？因為坦白講，因為學生你講精英唔係淨係讀書噶嘛，你仲有好多才能係精英噶嘛。其實我哋就係一個多元社會。如果成間學校淨係識讀書嘅嗰間學校唔好走去邊嘅，我唔中意呢樣，好悶㗎。我咁調皮咁唔得㗎，即係你我開心啲啊都要，好得意啊學生。